而家80後90後準備要面臨嘅就係你個仔你個女準備帶仔帶妹回來啦喎。然之嘅話呢，我就開始有得即係啲朋友就開始同我講嚟㗎，平啊呀，我就係嚟，我講做乜嘢啊？去大會咯，準備準備釀，佢哋就冇壓關，就嚟你弄遊戲嘅，唉，又冇關㗎，揀親嚟㗎，參與佢嘅人生，參與佢嘅戀咋，我想點就點，你睇得慣唔睇得慣，唔睇得慣就錯就，而且喎，你手扯去人哋屋呢，你妹爺父母又冇教乜嘢好誒，你買兩隻果子香咯，係嘛？講為是又買而家幾歲嘅儂，12歲過後呢儂基本上講為是你都識好多啦，唔係講乜嘢父母教冇教，你來網上睇咁多手機，你都識學啫。你媽靚攞馬尊重都係一隻 A 類嘅，你媽靚攞馬尊重人，講為是你馬尊重人。人哋同樣馬上尊重你嘅，大家就相互嘅，明白嗎咯？冇可能咁，人哋一味忍讓你嘅，人哋可以忍讓啲仔，冇可能忍讓啲女嘅，係嘛？女個帶仔又係，人冇可能嘅，人哋可以忍讓自己啲女嘅啦，冇可能忍讓啲仔嘅咯，外人嘅咯，係咪啦？所以講，你父母又係，如果講你仔女已經到適婚年齡咧，如果講去對方睇家長嘅。呀，起碼講愛慢慢養咯，你見人起碼講阿叔好，阿姨好，隻牙齒撩一撩咯，係嘛？唔係講因你買乜個幾名貴嘅啲乜個名茶、名錶、名煙係嘛？你買兩隻果仔香，人哋都開拎㗎，即係講買緊乜嘢呢係嘛？又係真係難睇，你仔又係女又係都喐埋咗，突時間冇使參與我嘅人生，冇使理我想點就點，好係仔好妹好，我講句唔好聽㗎，冇以後父母兜底，你從窿你出來就已經幫你兜底到你兜底到死人呀，兜底到你父母死人呀，講個為先，你要衍生到乜嘢啊？你從你看到18歲雖然係父母嘅義務，要看到18歲係咪咯？嗱冇講18歲之後你出去做工，你出去做工路費都要父母俾，你出去做工冇有銀紙段時間也要父母兜底來，再到你揾老婆結婚擺酒擺滿月酒，你都要父母，甚至人哋你妹仲係睇乜嘢啊？父母後生冇有冇退休金，做乜嘢職業㗎？有冇存款創業㗎？人哋都要睇過。你以為單身中意你負荷啊？所以講，為什麼你父母可以講忍得住你仔女你無理由，即係講無理取鬧、無條件嗰種愛因為就係得隻窿你插，如果大把咪得隻窿你插個，講為是隻佬揀到失據，都連講為是都連單都爭。為什麼仔女可以忍？就因為身上跌落嚿肉，知嘛？識得講忍痛、亂嚟、冇計較自己生個自己寵自己忍但係馬係無底線、無條件忍㗎。你知道一隻姑娘妹跟嗰隻仔？人哋係好多方面去衡量㗎，人哋對方嘅父母肯放啲姑娘女俾你，人哋個父母也要勸過度過㗎。你喐埋喐，你個仔就開始㗎，冇使參與我，冇使你都抵，一馬有土屋，一馬有啲後生或者㗎父母㗎，馬有啲存款退休金乜嘢㗎，馬有一樣。拎得出手㗎，你以為啲妹單身係中意人哋對方嘅父母就會放咩？放咩？哪怕你兩隻眼要坐一齊，講個為事，你講句猛過個平時你，等我講個為事，買得到祝福雙方祝福嘅你分開到最後馬知幾難捱㗎，你隨以後生弄好結婚好，
如果雙方父母媽支持嘅，你想借啲銀紙去做生意，你想借啲乜嘢，你想去做乜嘢，你難過登天，萬人幫襯。所以講好多啊，呢個後生仔啊，喐慢喐就攞你父母頂身頂飛，你啊有你父母一大馬插手嚟個，食屎你就有，好多就攞你啊，但凡自己啊係講。憑父母幫助甩起身嚟噶，總冇人嘅來事啊！你路呢？你需要咁忙啱噶，咁忙啱噶，講為事你今時今日咁個對父母，明日你個仔女一樣咁個對噶，陳玩嘅，係咪咯？所以講啊，你80後90後啊，講為事自己啲仔女啊，真係講買一個讀幾多書啊乜嘢好係嘛？尊重人好重要。